最近这个网络咧小传一个消息，讲要去注预防下的动工，抗凝血剂甲抗血栓的药物袂使食，这当是有影无影咧。医师讲，这个讲法是非常的错误。若是患者停药，颠倒会提悬到急性血栓的风险。较要注意的部分是，这个有部分的免疫调节的药物，较会影响到预防下的效力，所以建议咱的乡亲伫注射进前，先去问过医生，安尼较安全。伫注射站有真侪老大人，等要注预防射，不过最近有真侪乡亲伫网络的群组有看到一个通知，讲伫注射迄一天应该停止用抗凝血剂甲抗血角的药物。医生讲，这千万唔通相信，因为这属于慢性病的药，那它也不会影响到免疫的问题，也不会影响到疫苗接种问题。但是如果你停药的话，那可能会有血栓发生。医生强调讲，本来有长期咧食抗凝血剂甲抗血角药物的患者，若是雄停药啊，安尼颠倒较危险。所以讲要注射进前，上好问医生。但是如果那种是针剂的啊，或者说它可能造成你免疫会低下的那些药物，可能那时候就要注意了。另外，进前嘛咧传讲 A Z 疫苗有致癌的风险，也是讲注这个莫德纳疫苗会变成生化人等等，这拢互专家学者讲无这个代志。医生强调讲，只要甲健康医疗有关系，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员去问，千万唔通凊彩听，乌白信。